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月日台东发生民众食到落嚟西亚粽中毒的事件，引起3人不幸无命。落尾验到内底有剧毒农药脱发熊，本来是要用来透糖，结果伫咧食到的人体内验到这款农药，讲到农作物的汤脱，像讲这个正米到米台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书台、倒海台第5条，台语字典解说台就是细尾糖。咱讲台啊、青台，那一般咱现代较常讲到，就是吊伫咧鸡啊、这个精神啊顶面的糖，也就是鸡台，就是咱咧讲的鸡舌。另外米若是糠谷，像讲糠嘛是共款，拢会生谷啊出来，也就是米谷、米糖，有人讲是米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米台，头前讲到就是米谷、米糖；第二个词读做糠台，也就是米糠内底的细尾糖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现代人拢注重食好健康，会买米糠来食，也毋过因为做事无闲，3顿食外口，较无时间咧煮食。若是讲买米或者是米糠，短时间内无食完，上好冰伫咧冰箱保存，较袂生米台或者是糠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